傳承大氣候系列薪火相傳粵劇折子戲專場，今次演出由粵劇名玲瓏劍生擔任藝術指導，帶領一眾優秀年青演員演出《蝶影紅梨記》同《帝女花》兩出經典劇目，合共7節精彩折子戲。演出日期係2026年10月10號至15號，一共6場。地點係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演出時間係下午2點半。票價分為980元、780元、580元同380元。購票分2種形式，分別係公開發售同登記抽籤，詳情如下。第一種，公開發售，總共有4場係公開發售，分別係10月10號、11號、12號同埋15號。門票喺8月24號朝早10點開始公開發售，大家可以透過城市售票網網頁、流動購票應用程式或者打電話31661288購票。公開發售只係接受信用卡付款，每張信用卡最多買2張門票。第二種，登記抽籤購票，以下2場係登記抽籤購票，10月13號同14號，登記日期係8月25號至27號。大家可以去城市售票網登記，如果唔方便上網，亦可以親身去香港大會堂、香港文化中心或者沙田大會堂嘅登記服務站。每人只可以登記1次，每次最多登記2張門票。如果登記2張，必須係同一場次、同一票價，而登記嘅門票入面必須包括至少1張長者優惠票。座位由電腦隨機編配，唔可以自己揀位。幾時知道有冇中籤？9月3號至5號期間，中籤人士會收到手機短信通知。中籤人士要喺9月6號至9號期間完成購票。優惠門票方面，今次演出6場都有優惠門票，優惠票適用於60歲或以上長者、殘疾人士及1名同行照顧者、全日制學生以及綜援受惠人士。其中學生及綜援優惠票係先到先得。入場時記得帶備相關嘅有效證明文件。最後再提大家一次，今次演出一共有6場，其中4場係公開發售，10月10號、11號、12號同埋15號。門票喺8月24號開始公開發售，另外2場係登記抽籤購票，10月13號同14號，要喺8月25號至27號期間登記。今次安排登記抽籤購票，係希望照顧長者戲迷，讓大家都有均等機會購買門票，令大家都可以輕輕鬆鬆欣賞到龍劍生同一眾優秀年青演員嘅精彩演出。對在來